我品开始就讲这个如来的理念，如来正理正言互咱了解，连诸众生用理修行，连诸众生令我人这个智慧，知影了解修行的法律。六祖大经就是专门讲修行的法律，安怎修行的法律。我对我分顺无相，所以对我来讲的姊妹，顿顿甲咱交代，顿顿甲咱交代，瑞何有在，我何放心，你内心家己直接了解，外面我是看无法，我何放心，外口我是内心作假，高手品不了我呀，所以一品呢。出病容易既传不心，既传不心中，何其不法，各定相思方法方便。所以这篇的容易呢，就是说传这个佛的心中，要和这个佛，何其这个佛法，何其这个佛修行的方法。所以呢，就变真相性，咱指示。你按照方法的这个方面，你按照多人你按照说服法方面，顿头的反应，辨别下降，和你顿我，和你晓得不了后，你开始感觉就按照对，这就是这个这方面来辨别这个下降，对答问难，这个里面呢有对答。要文化，即教空之业，所以教的功能必然是心内面理体专精，理甲体拢专门十点落心内面，完全顿变，互咱真圆满，来修行学道，来行道，互咱当进一步顿悟，当变了咱自身的本体，这样完全顿变。了果原因，咱一家来先出世到这个世间内面，互咱真正咱的因果，直接得到真圆满，来等于必多无为啊，来一家就即种甲咱讲价就相反，真正无为后，顿顿互相，尼是足认真甲咱讲，都出世。全部拢难遇了，真难遇。学术不早真完，甚至伊嘛讲，分伫这开始如何开始团结做不完，甲现在团结相关，志在生生契合，伊的心智，要互咱讲，咱这毋是邪教，毋是别人，毋是人咧讲，社会咧讲批评者，伊的志，互咱有先先以上，也要传落成社会。树忠贤有术，树咱的宗旨，甲要前进，安尼呢，这个法，有一个调式，法法不绝，咱法法传播来给咱表现过，健康健全，伊讲了这个宇宙间一切的真理，能讲真理，处原理。用处完以强，伊的心愿呢，一家讲甲足好，甚至呢讲甲真强真完整，福大众生，东完经历，是我们福法，福大众生来东完这经历，互咱真正结婚，会当得到上来，很重要。但即摆呢，真正来，听来较熟悉，后来开始听，因为学校实在嘛对多经，我那是有所了解，是安尼，甚至你家看，你家想，来叫咱大家做参考意义啊。书一经还文言，法海甲智玄，法达甲行为，甲地上甲地通甲智片，甲智德。甲定，甲发出变化，逆变不同，有
前，我哋过好各位同事，那就是家来交代家后面某些人，就是后前面某些人，或者不太，或者体现，发达，啊行为，啊必常，啊必通，啊纪节，啊记得，啊学兵，啊学术，这些人，要坚守红线的时代给注写下来所以，你到家里这里，你就交代这个事。你并不懂无形啊！你讲你大家已经对这个经历有些话了解，你会使先受前面。我哋做以後各位好書，我哋做以後，因個人係隨嘅所在去開學，隨嘅所在去開學，在前隨大嚟講，要做大書就是叫他們嘅文化為主，叫他嘅文化為主，不太。就是偏做大經的這個書，要做大經就是這個太想書起來，要做講，也是平常聽講，伊就攏寫來，也是伊大部分，甲志向相似，伊本來是新秀大師的優秀的弟子，是新秀大師派伊來探這個文化來談最後。反而歸入業作，反正真係歸入業作係書係學得，伊是兩不華經3000遍，3000部法書這個法成書呢，但兩不華經23000部，兩3000部呢都冇人睇到，所以以下嚟業作係書，是這個作係書係咁模樣，我就這樣講安尼我讀這種其他嘅，就是咱了解。新會就是這位一件大師就上辯論的迄個法師，新會這個人本來是細人開始出家，所以有讀作嘅經驗，不過有開門呀，平常話，那些個大家答，我咧讀書我作認真啦，嚟我唔連是做地方城我都是，人家做我都特別睇嘅，大家可以咧，我就是啦，他有關大學經驗，論醫法，讀書攏比較少嘅事情啊，我攏了解咧，就來是了解，咁快咁了解，後尾啊，是來見咱嘅前人家，剛開始，你真正，你自見什麼，所以呢。有地上，地方、甲季節、甲記得、甲發展、甲發展、電這個書，一切都來表出來。像你講你免不懂其他人如果發現多了後，你免呢要讀多一遍，作為一方的書表，畫上寫。講過來對方以後，因大家來去做事情，親像同性戀對方，你這道是現實，這道是地主，3000地主來面這道是現實，大家各談的各談的所以講我今告你說法，不是不招，先書非常科幻，動用38對出本。這理用邊，隨這法容易出現，不有形不逆法，出故景象，該處對法，來去相應，究竟理法盡足，盡無去出來，伊就係呢叫地主講講我今仔日甲恁講，我今仔日教恁嘅。這說法，人不要分眾，真正咱真小聲，咱是剛正不離邪，剛德就不離掉。剛正哪裡邪？你剛正就不正；剛德哪裡跌？剛德哪裡跌？你後面就無功無業。無功無業心難安，
阮将有了加入咱这个道理，咱就做规定无做连在下，咱就这需要啊。所以呢，伊就先书机场课程动用了30万对，出本接力出本接力用编说一切法目的出现说一切法用未来有了出现。那么不见有形文逆法出故景象，该处对法来其相应，丢点以法进度，定无批出都敢来问，都敢来问。问你的话出故景象该处对法来其相应究竟以法进度定无批出咱这今年对我们做代书开始我现在显示，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如何去弘扬佛法，加解说这个佛法，才失去本宗上宗的宗旨加以本意，就像咱刚经不离道刚经不离线刚德不离见。安尼道理为了，咱一贯的宗旨的本意。须先一年必须逼出三科法门，甲重量动用30万对法三科法门即动用30万对法，定一下解说，用1年来解。首先用1年讲佛法是中道，中道就是离开一切的邪见。偏见佛法是中道，咱今日就是一贯道，咱这就中道。所以呢，离开了一切的邪见和偏见，咱得到了后，咱心中未使有这个邪见，会了这个偏见。但我说这个中道呢，1年能一条，是一条，因一切。就离开了这些，咱一条显了条边际。离佛法是不能为自己的本性在修炼行道过程中，咱一定会使离开咱的本性如果有人向你问佛法的问题，如果你在讲话的当中有人甲你问这个佛法的问题，一定。对开，伊咧问拢是问对开。要有一种人呢，即使怎样说拢是有理；有一款人呢，足有辩才，也嘛足有理论呢，讲出来拢有理的，可是所说拢有都是一寡矛盾的物件，甲一寡问题的物件。对这种人呢，需要以对裁法去考验对。所以把他称为一款人呢，伊在讲话足有理，可是伊讲的如果拢是足矛盾的，甚至足是问题。对这种人呢，你就爱用这对裁法去应，就是要做大师在下一些人所讲来去来没有如来如去不来，因为来是其一，去是来一个来去之法拢尽多，就无其他的法可以解。所以你爱讲，拢可了解因为呢，爱讲讲如来如去，无来无去，要无去无来。因为来是其的因，去是来个去来无法能爱其造就无其他这法可以变。只卖以这来面的原因，咱对我来讲方为做了解，只是咱讲一下，希望咱大家做参考之意。